工的顶悬啦吼，即有哪有教我的 director 有哪有分享即个代志呢？知影咱即摆需要非常的济所以也嘛参与教会伫主义崇拜讲道啦，伫同工的训练啦，帮咱这牧者，帮咱中会面对免啊调整这中会甲教会的代志吼所以这是我的事工，所以兄弟姊妹各位同工，那教会感觉我会当有当安怎甲恁斗协助还是支援吼？你免客气，因这是我的工课，所以唔通我无代志做所以甲大家，你即摆我人免去到恁的现场，咱伫网络顶悬拢会当做伙来侍奉吼。上尾就是我的一个提醒嘛，一个勉励啦吼。伫这疫情的内面，我有发觉一项就是大家一年多以来吼，这个心情拢会较消极吼大家虽然时间足济吼但是嘛无啥时间时间足歹过吼，但是时间嘛过得足紧咱知影咱即摆拢咧期待吼，6月还是5月还是今年一定是搁做转去实体的礼拜但是提醒咱教会毋捌关起来所以咱无迄个 reopening 的问题，不管咱用什么款的形式，咱继续来去做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嘛咱甲咱的中会特别伫咱面对事工的时会当甲因一个好的连接互因清楚咱的需要，也是咱会当做伙帮助的代志我知影伫即个疫情的内面有一个上重要的事发生，就是要安怎做伙来连接做伙，咱叫做 network， 也是 networking 互相的协助，这已经拢无受地理时空的限制所以我希望咱 NTPC 过来会当搁伫遮方面会当继续来，毋是干那联谊尔，会当联系做伙来侍奉愿上帝祝福咱，也保守咱，搁再来的年日会当伫伊的疼，甲伫伊保守的中间，咱继续来侍奉，平安。多谢苏牧师这是请咱这个 NAPC 的代表吼，这洪建志牧师来甲咱请安。我即摆目前是，我即摆是现任的即个 NAPC 的副主席甲大家请安照以前甲大家报告过，就是讲伊是在族群内面大家轮流一个人一个族群照迄个英语的字母的即个顺序伫遐来排列来担任即个主席因有一个条件，就是爱诚做执委，就是执委了后2年了后，才会当有即个资格通担任副主席甲主席今年的6月还是7月，其实这咱我阁毋知影吼这可能无两数牧师会当帮忙，但是阮就是我会正式接 NAPC 的主席这任期是2年所以这是期待上做一个桥梁，帮咱NAPC 甲 NTPC 以及其他的这族群大家教会做伙遮来兴旺福音伫 NAPC 伫过去差不多是差不多困难因为大家拢实在是足困难斗阵阮现任的主席是一个韩国的这个牧师事实上嘛足恶地就将大家调活来，所以阮几摆开会拢留会所以到尾差不多阮规年拢总无开会啦不过阮嘛是有咧注意着讲有关这个亚洲人受轻视的这款的这独立的这事件，嘛有表达这个 NAPC 的这立场期待我将来当搁较侪机会甲大家服务嘛当做一个好的桥梁，所以如果咱NTPC 有什么款的期待差不多是咱讲就是NTPC 是我上大的这个伫后面的支持咱会当透过 NTPC
来帮咱 NAPC 有啥物款诶事工诶即款诶推动，事实上非常诶困难，总是会当帮咱遮诶较弱势诶族群诶教会，事实上是一个真好诶机会。再来讲美国长老教会诶下面有几个吼，包括黑人，包括西班牙黑人诶即族群，西班牙甲NAPC 亚洲人，甲有应该是有韩国吼，拢总5个，所以是真做一个真有代表性，会当做事工诶。所以我真期待伫过来这2年中间，会当有更侪机会甲大家服务，上时嘛当做一个好诶桥梁。事实上这是以上诶报告。多谢洪牧师，咱继续。即摆是执委会报告吼，咱诶迄个 meeting minute 拢有咧咱诶迄个手册顶头吼，主要是咧今年中间咱迄个 TBC 诶代表迄个牧师吼，伊即摆转去台湾，所以即摆咱TBC 诶主席就是迄个吴长老来代替。佫主要今年咧进行诶代志，就是 NTPC can help 吼，这详细报告咧，咱等下迄个各部门诶报告诶时会详细报告。所以继续，咱即马请咱会计叶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平安，平安。感谢主，咱即个平安经过2020年吼，咱来到2021年，伫即个2020年诶时阵，咱诶即个财务表现较足好吼，因为咱有事工咧做，感谢大家诶奉献，咱一开始伫正月初1，请大家看手册24页，毋知大家有显着无？歹势，手册24页，我会一页一页来讲，请大家看一下。咱即个 PowerPoint 有哪会用吼？咱一开始的时阵，正月初1，2020年的时阵，2020年的时阵是20,565.75块75仙。咱规年当，咱有收到72,937块29仙的即个奉献。迄个甲大家解说一下，就是讲咱有国教会内的奉献，嘛有个人的奉献。咱今年因为有咱迄个NTPC can help 的关系，所以有足侪教会甲个人拢有奉献入来。佮有 PCUSA 为着3000块是要帮助咱的年会，所以呢嘛有互咱3000块。佮有 Board of Pension 嘛本来互咱500块，虽然咱无开年会，嘛是佮互咱500块。佮感谢 NAPC 有互咱1000块。当然咱的 NTPC can help 咱有个即个收入是2万几块吼，是有个人的是13430块，为教会来是8200块。即个因为咱有开始有 online giving，伫迄个 Presbyterian Foundation 的时阵，因为伊会甲咱囥差不多1个月，伊入来了后，到后个月的月初，伊较会甲钱汇入来咱迄个账号内底，所以呢，拄有发生较济经验的款，所以伊有互咱一个10仙的利息，所以有一个利息的收入伫遮，所以甲大家报告。下面过来咱看 expenses， 你牧师麻烦一下。好，咱的 expenses 呢，就是甲咱的正常拢差不多吼，有咱的邮费吼，佮有迄个有 wiring fee 吼，因为咱的奉献有一条是伊用 wire 入来吼，所以这迄个咱的 bank 有甲咱 charge 一个15块，佮有就是迄个咱报告一个就是讲咱的 online banking 的时阵，
有 charge 吼一个 fee， 已经拢 charge 去啊，所以咱入来时阵就是实在已经扣去的钱较入来吼，所以咱有等下有看到另外一张的时阵，顶头写像490块，事实上迄个姐妹伊是奉献500块，还是互伊扣10块去安尼吼，所以互大家知影一下。咱有哪看到 NTPC can help 咱遮第一个阶段，咱有帮助3个组织吼，有2间教会甲一个 council， 所以总共有4500块。咱伫即个传教士的关怀内底，咱有用5750块。这有包括个人的需要以外，咱阁有去年有较特别的是，咱有送礼卡吼，迄个 gift card 互咱的牧师吼，国教会有诶这是我想等下李牧师有会报告吼。另外有关怀像迄个较特别的，像林牧师啦，还是讲迄个吴牧师吼。金额较济一点其他一般的关怀是150块安尼，所以请大家看一下。阁有就是迄个咱有互 NTPW 有转3000块互 NTPW 来用咱的迄个宣教的时间，所以咱总共的支出是13407块36仙咱的结余是89095块68仙。到遮，毋知大家有问题无？若有问题，等下阮来当问吼。搁第2张是 page 25， 这是咱为正月初1今仔日今年正月初1到3月31吼。这是主要的 income， 就是有若是有教会因着甲即个还是个人因着有捐款有奉献入来吼。所以大家当看一下，总共。咱拄搭的结余是89095块68仙吼，咱的迄个 offering 吼是2850块，若 NTPC 阮即届有接收到490块，这就是我拄搭甲你讲的，其实这位姊妹伊是奉献500块，因为互迄个 Presbyterian Organization 吼，伊甲伊扣10块去，所以伊入来是490块安尼，所以咱有收入吼，咱的奉献收入是3340块。来遮拢有教会，也是伊个个人的名伫遐吼。迄是若总共有 individual 上，若年的时候，我就甲伊迄个归类去吼。搁有就是咱的迄个支出的时阵，就是有这是虽然写9000块，事实上这是 NTPC can help and 第2阶段搁有包括传教士的关心吼。因为标志牧师离开，所以阮有传教士的即个关怀有1000块。另外呢，总共有14间的教会，伫3月31进前，阮有通过，就是14间的教会要互因1000块，这就是玉小个教会 NTPC can help 的第2阶段。毋过呢，机票机票有寄去互因，毋过抑个足侪间未来领吼，有6间未来领。事实上我搁查4月已经有一间，4月初已经有一间伊来领去吼。阮会搁甲伊联络是安怎，伊也未来领。有当时因为因拢无去教会摕吼，我会搁甲因通知。所以互大家报告，互大家知影者。所以咱 expenses 有9000块所以咱的迄个3月31日吼，咱的迄个 balance 是74435块68仙。搁来就是后一页是第26页。26页呢，这是有互大家看会到的，就是 NTPC can help 的即个部分。会当麻烦李牧师甲右顶头迄个，感谢，足感谢大家迄个支持 NTPC 的即个 NTPC can help。你看咱一开始是 0咱一开始是 0所以呢有足侪位的姊妹兄弟，因拢有奉献，甚至咱的教会嘛拢有支持所以我拢写伫即搭遮，请大家过目。咱总共有收到24316块10仙的即个奉献这是甲3月31
吼，这个3月31，好，过来，请下面，咱拄当我有讲，就是咱第一阶段，咱有3个组织，就是这个头3个吼，就是1500块，第2阶段咱就有14间，14间内底呢，只有8间来领，所以呢，咱实际上的支出是12500块，咱的结余目前是11816块10仙。佫有一个甲大家报告，一个就是 NTPC can help， 阮到尾佫有开会时阵，伫4月初，阮佫有开一届会时阵，阮佫有互2间教会所以其实佫有2张支票，阮已经寄出去因还未来领，所以有哪互大家知影一下，这咱等下会长有哪会报告。这是 NTPC can help 目前伊的迄个专款专用的一个 expenses 伫遮，迄个 balance 伫遮。好，请问大家毋知有啥问题？佫有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迄个 special things， 就是咱 NTPC 想要杀时间，毋过若无大家的奉献，请大家看27页 ，page 27，特别要感谢咱的教会、正教会甲兄姐恁的奉献。去年咱有收到74287块29仙。若伫咱的account内底呢，其实伫12月31、2020年的时阵，咱是有72937块29仙。有3张呢，我是伫今年正月才较收到，较放去银行的。也毋过，因为因5万是要算去年的奉献，所以这3张的支票有哪算伫遮，所以请大家过目。所以其实咱去年送出收到的奉献是74287块29仙，足感谢正兄弟姊妹甲正教会的支持。那一个更较好的时间，若想要送无钱无经费通用，实在是嘛无法度做所以足感谢正兄弟姊妹甲国教会的支持，感谢以上报告。多谢叶长老，下面咱继续。各位兄弟平安，佫是我，我是迄个妇女的工课吼，妇女会，迄个阮当然妇女会伫去年阮嘛是受到 COVID-19 的影响真济，阮无法度讲有实体的聚会，也毋过感谢主，因为呢大家拢关伫厝的，所以呢阮的经济的宣教时间是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有佫较济的姊妹兄弟来参与。因为大家无法度见面，所以呢，咱大家对这个手机，也是咱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物件的使用，甲熟悉度拢有够进步有够紧的。所以呢，颠倒将咱的距离拢扭近来。因为以前大家要见一个面，着个飞来飞去，着个塞车塞足久的，着个劳师动众吼，大家安尼撞来撞去，佫会忝。所以即马颠倒呢，阮因为这个媒体的关系。阮呢会当继续将阮的即个主题来画出基督的形象，搁来杀安尼。阮今年要做的时间，去年阮就是也搁有做经济宣告的时间，毋过就是寻寻觅觅的工课，阮本来是要伫即个拉斯维加斯来举行，毋过就无法度举行。毋过阮的即个经济像阮讲的，就是讲。大家讨价吼拢无够所以足感谢大家的参与嘛5万，阮迄个若总共还未摕到的恁若总共还未摕到经济的教会也是兄弟姊妹，恁佫有兴趣要种的，阮今年在杀的是蕹菜吼去年阮也佫有存一寡即个同学，所以恁若有需要，有哪会当甲阮讨吼迄个。阮除了经济的宣告以外，今年呢，阮实在是买无够啦，因为本来是买100克，100克无够了，佫去买200克，所以阮吼即马200公克，所以阮即马抽的有足济吼
大家爱注意哦，迄吼，迄个足细粒的，所以你若一买吼是足济吼，所以毋茫大家即届今年会当拢食到咸菜。过来就是阮伫关怀退休的传教士的夫妇中间，有哪有甲咱的传教士会甲李牧师合作，有哪有即个有迄个牧师娘，也是牧师，因若有需要关怀，有哪有甲传教士会则报告，那感谢迄个单亲牧师娘，因为伊身体欠安，所以有哪感谢传教士。感谢 NTPC 有哪有斗相共阮有一个卡片，还有迄个一个关怀的即个机票送过去安尼。虽然无法度亲身去探访，也毋过呢阮是有用寄过去安尼。过来就是阮也过咧进行要讲阿嬷的话，因为咱的台湾话愈来愈少人讲，拢强伫要无去啊，所以呢。阮已经有为台湾去买册转来，嘛有甲一寡专家咧讨论，所以阮检测会开始，今年中阮就会当开始，甲一寡真好诶，像阿勇啦，像迄个张富柱医师，也是迄个何信涵教授因，阮都会甲伊合作，阁有迄个梁公兄，伊有哪愿意甲阮做伙合作，所以阮即摆也咧甲因讲看要安怎诶方式较好，要互逐个较方便。阮望诶就是讲伫阮诶即个网络内底，也是讲用网络教室诶方式，要来说即个讲阿嬷诶话，这抑个咧，阮筹备中间已经开始有咧动，毋过呢也未法度摕出来迄个迄个成果，望今年底以前，阮会当用出来。阁有就是较济就是阮几啊年来一直有咧讲，请大家爱对着潮流，吼，对着潮流。所以呢，阮几啊年前，阮都有设即个面册的即个工作的社团。毋过呢，大家参加面册的人无遐尼济。最近因为大家拢足够用 LINE， 所以呢，阮伫今年初开始有一个 LINE 的即个群组。嘛，各地的姊妹嘛，都迄个慢慢有咧加入吼。伫内底足感谢咱即个牧国教会吼，因有迄个赞美操的练习吼。迄美基老师吼嘛是拢有甲阮分享，拢有固定的时间吼。所以足感谢逐个都当时分享这分享迄，阮嘛有逐日拢有无共款的主题吼。有哪感谢文秀姐。伊逐礼拜一，伊拢会甲阮分享灵修的物件，伫即个生活顶面的即个讯息，阮嘛拢会伫顶头，伫LINE群组顶头有哪欢迎各教会来姊妹来参与。兄弟若想要甲阮做伙嘛，袂要紧吼，有哪欢迎。下面呢，阮伫即个手册内底呢，我有放一个 QR code 伫遐，所以你若有需要，就是用手机甲翕一个。你就会当直接加入，还是阮有放一个 link，LINE 的 link， 吼，群组的 link 伫遐，所以足欢迎大家甲阮三甲伫遐有一个交通联谊的所在。以上报告，足感谢上帝，互阮遮个姊妹，阮每2个月就开一届会，遮个即位大家拢身体真健康，嘛拢足愿意替主来侍奉。足感谢因伫各区内底，因照着即个政治有甲各教会来联络。若有教会伫遮无互阮联络到的，请你嘛互阮知影。阮足欢迎你来甲阮讨政治，来做伙做即个宣教的时间。感谢，以上报告。多谢阮的长老吼，妇女会做诚侪工课。来，这是咱请咱迄个养儿道会长来分享，来请。听有吗？应该听有。大家当看迄个手册内底阮的报告。我看迄页数差不多是为我看，actual
报告是为80页开始，进前有咱的章程，迄就较免看，但是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阮近期做的代志，嘛是甲NTPW 共款，因为迄个COVID 的关系，所以咱就较无法度面对面而且因为可能大家嘛是参加足侪即种线上的开会演出嘛是啥物，所以阮是感觉可能嘛是会较疲乏，但是咱就尽量在疫情内底嘛是继续来邀请大家来参加咱的活动，若是无熟悉咱的，阮是台湾人长老教会社青联席会英语是 Nationa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Young Adult Council，主要就是想要connect 即个咱各个台湾的长老教会的少年人，差不多是即个年岁应该是18岁到40岁左右，但是你若是超过，你有一个养号嘛，欢迎你来参加阮的活动。主要咱的旧年的即种strategy highlights 就是阮嘛想讲爱互大家更较有参与感，咱就设计一个网站这报告内底嘛有，若是有兴趣等下我请 Charles 甲咱的网站甲 blog 放在 chat 内底好，安尼大家嘛是有兴趣会当去看，所以咱的网站是较简单，就是咱若是有活动，咱就会甲迄活动放在遐，佫阮有一个 blog，即个 blog 主要就是咱遮的词汇会分享咱的生活，亲像我进前嘛有写讲我转去台湾安怎准备防疫旅馆，啥物规划，迄种 information 嘛有附在，所以你若是有兴趣，邀请你会当去看。Charles 已经甲 website 放在，可能嘛是当放咱的 blog，过来就是咱的财务，因为咱主要无办啥物活动就是咱的活动是 online 较侪，所以旧年咱的迄账户内底的钱，即马佫有8026块86仙，咱有137块点37仙的利息，咱旧年有请 Pastor Jimmy Huang，佫有另外一个牧师叫 Andrew Bang，有请因来做咱的 workshop 的speaker 啦，所以咱有互因迄种 honorarium 讲师费，阮嘛有付12块，因为咱迄个 website 的 IP 爱付钱，主要旧年的重点就是即个网站甲 blog，所以你若是有兴趣嘛，欢迎你会当看，介绍互恁的教会少年人，阮嘛有一个 intern 来替阮斗相共，就是把这网站的物件甲 blog 甲伊创起来安尼。旧年咱有举行5届的活动，就是旧年的6月、7月、9月、11月甲12月，阮就是希望讲今年嘛是差不多，可能2-3个月会当至少办一届的活动安尼。阮嘛有一个 line group， 想讲即马嘛是足侪人拢在用 line， 所以嘛有一个 line group， 会当即个通知大家有啥物活动安尼。咱差不多平均嘛是每一个月会开会，可能了后会调整每2个月，但是咱就是会固定开会来参详咱的 NTPYC 内底的代志。今年我想咱嘛是继续想要继续在即个网络会当有即种 workshop， 就是会当做更多连结，
大家活动，但是嘛是希望大家当多多推荐介绍人来参加阮的活动，因为咱若是即个人数伫差不多无啥物成长就很难推进我们的事务，因为咱嘛就是也没有办法一直靠着原本的干部一直维持，就是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加入我们，然后扩展我们的这个network。对而且我家己拢准备过迄40岁门槛所以希望有更新的血、新鲜的血来加入，就希望大家遮的长老教会牧师拢会当下阮到3天，差不多就这样，无啥物问题。若无就继续，多谢大家。Jason 你没有掉啊？好，来平安，我家己自动起来。不好意思，我查到麦克风无停啊。好，真多谢大家给我机会伫即个传教士会顶悬的服侍啦吼。其实是足意外会接即个工作因为其实我嘛无介了解，也是讲介熟悉咱所有的同工无，就是讲哪行哪学习吼，哪做伙来服侍。阮最主要伫过去即段伫疫情的中间，咱无法度真济时阵袂当行骹到吼，但是嘛透过即个网络的 internet 的即个网站，一寡 information 咱会当摕到，也是讲透过同工的即个网站吼，咱有一寡 information，亲像拄则咧讲的即个陈牧师娘伊破病代志，嘛同工即个中间咧讲阮会当做伙甲即个 NTPW 做伙来关心一寡现职的同工因的移动，也是讲有一寡需要像讲迄个吴牧师、吴家己牧师伊的情形阮伫即个南加州也好，也是讲伫咱的 NTPC 拢有即个较济的即个关心啦吼。嘛真多谢，就是讲除了咱 NTPC、NTPW 所会理牧师甲南加州的 TPW 的即个会长同工，因也足配合，阮会当做伙去关心吼。伫去年，阮特别有即个针对在职的牧师伫即疫情的中间为着要感谢因的辛苦，所以有用即个感谢卡吼，就是 gift card 来伫即来分互因啦吼，有拢有寄到伫因的手中也写卡片吼，互因安尼吼。阮也逐个月最后拜一，阮有网络的传教士的会议，阮会当做伙伫遐来分享会当做伙伫遐来祈祷吼，来关心安尼吼。这是阮去探访吴牧师的家庭吼，阮拢总有去2摆啦吼，即热天一摆冬天也去一摆吼。这是其他的牧者的家庭的关怀啦吼。即个阮遮有一位年轻的牧师Jackie Yang 吼，伊的太太伫即个怀孕的8个月中间失去的查某囝伫个腹肚底吼，阮嘛是为着安尼甲伊特别约时间去甲伊关心吼，也希望透过安尼的关系，当伫需要的牧者中间，虽然是疫情中间，伊悠然感受到咱对 NTPW 的同工的关怀这是去探访即个郭同事牧师吼，阮会甲伊做伙来祈祷吼，也将咱的关怀带到伫因的中间替迄牧师、李彪牧师因牧师娘嘛癌症李牧师嘛伫
19年跋倒吼，就已经拢无法度出门，阮嘛是去甲因关心吼，就是讲咱尽量想办法会当关心的咱真侪同工真配合伫经费方面也好，伫逐方面吼，咱用祈祷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来关怀啦。咱毋茫讲，虽然伫疫情，咱拢lockdown吼，但是咱的心没有down啦吼，咱还阁是真warm安尼用即个互相扶持、互相带倒的，也毋茫嘛透过即个时间拜托咱，你有知影任何牧者、退休牧者实在一个牧师，因的任何的异动，也是讲因有什款的需要，会当毋免客气来甲执委会讲，来甲我讲，甲 NTPW 会长讲，阮拢会当做伙来做一个。这是一个团队服饰啦，吼，不是一个人的服饰吼，会当做伙来做关怀工作安尼。好，多谢，以上。多谢李牧师吼，这是要关系咱即个 NTPC Can Help 报告吼，所以咱即个 NTPC Can Help 主要就是去年咱因为即个疫情开始吼，所以有造成真侪人身体上还是经济上拄着伤害，嘛侪人因为安尼来死亡吼，所以去年阮执委会就咧想讲阮会当做啥物代志来帮助因，所以经过迄当阵迄个苏牧师伊有发觉着讲咱咧美国侪迄个弱小的教会的 minority church 吼，有真侪问题吼，特别是经济上咧迄个要安怎，因为疫情无法度聚会，因需要一寡迄个 equipment 吼，就讲要安怎上网啦，迄个 computer， 所以咧迄阵，咱知影台湾有一个叫做台湾 Can Help 吼。所以迄阵阮怎用NTPC Can Help 即个 slogan 吼，来发起即个募款吼，搁咱来做即项事工。真感谢大家的奉献吼，他拄仔委员长做报告时，就报告着咱即个 NTPC Can Help。拢大家有教会还是个人的奉献，咱干这项拢总会收入着24000几块吼。咱即马赞助的教会有16间有的是迄个支票还未领，所以咱即马NTPC Can Help 的基金嘛剩无偌济吼，所以咱即个事工有继续咧进行，所以大家鼓励大家为着即项事工继续来奉献，也感谢即段时间大家同工的辛劳吼，特别是迄个委员长咯，甲苏牧师吼。有啥物问题无？这咱的迄个手册内底嘛有详细迄个报告咧内底嘛有拄仔有迄个委员长的报告，咱详细开支OK， 多谢各位，所以咱继续咱各区各教会的报告吼，这咱的手册90页，咱即卖当家己看吼。
等下咱搁转去头拄仔迄个slide。伫即个时阵吼，咱要特别邀请咱这个罗敏珍牧师吼，咱会记得咱咧国外这迄阵，咱有拢收到即个大灾季的迄个灵修吼，Land 的迄个每日灵修的迄个手册吼，就感谢罗牧师因教会团队吼来为咱做即个翻译吼。所以咱即时咱来请罗牧师来分享。各位同工平安，其实这是帮助我家己的教会感觉这个是咱教会足需要的一部分。其实在找用什么方式来服侍主吼，咱一直在找什么是上适合咱做会当做会到的吼，这是一项我感觉真有意义我将我想法甲同工分享的时阵，我有感觉咱的教会年纪较大，袂当去对传教，袂当去做什么出众的工作吼，所以大家感觉这是因会当做迄个在做的过程中间，其实阮得到足大的帮助我来即间教会嘉坛教会是4年前，一开始就一直有要杀迄个转去基本的啦吼，就是讲咱教会不断要转去基本去甲咱的基础拍较好势，就是灵修嘛吼，灵修是咱感觉咱较欠吼，祈祷甲读圣经所以阮的教会伫即方面一直有在加强，所以当以前是美惠牧师即马是苏牧师在邀请时，实在是阮没有说强力争取，但是觉得这是非常 honor 的代志哈。我嘛感觉阮的会友感觉就 honor 哈，虽然阮有时候都在进步中啦哈，阮有的长老，有的姊妹兄弟有的人还信的，有的人信的吼所以挑战咱较了解因，若是会当因会翻一篇，就互因翻一篇；翻10篇，就互因10篇。所以因家己嘛感觉 extend their understanding。你有人感觉了解家己也有这方面的文字这是足快乐的代志吼，知影家己伫某一个方面会当学习经文我感觉总会因互咱的迄个 material 足好的除了阮家己翻了伫教会内面实际使用的时阵，我感觉教会体质慢慢在改变大家对读圣经较有兴趣想的分享嘛伫主日学会当使用，所以这是足好的资源，阮感觉阮是受祝福啦吼多谢大家互阮即个机会阮若听到有的教会在做伙参与的时阵，我嘛得到鼓励吼，知影阮所做会当服务较济人听讲今年嘛有台湾的教会在使用吼这真望这会当阁继续其实毋是干那阮的教会，阮附近的教会若是因有文书，伊感觉要参与的，互阮嘛邀请因做伙来参与咱这是会当 intercultural interchurch 的事工阮的教会别间教会咱教队的牧师毋是咱教派的吼，所以这是真好的服侍，咱望这会当继续进步真感谢大家用这样方式来祝福阮的教会，多谢。声无出来，杰森。多谢罗牧师所以下面咱要进行的是迄个语言的表决吼首先第一个就是咱要接纳执委会报告这有包括咱头拄迄个会议报告吼，所以Charles 还是李牧师，咱敢是要用这个 poll？ Yes， 咱即马要用 poll， 所以
大家即摆我可能爱选编去 host， 我咱可能 poll 去。OK，就这样。Charles，好，大家，我已經有 open 咱個 poll，內底有3個 question。第一個 question 是 approval 咱舊年嘅 executive committee 嘅 report， 第二個是咱個 approval of 咱個 financial statement， 第三就是 approval of 咱個 nomination for the Northeast representative 羅博士，所以請大家人來第poll 內底，所以你若找無 poll 吼，你就可能愛看你的 right side， 你開 chat 的時陣還是開 participant， 迄個 poll 就會出來。即嘛差不多互大家人5分鐘來看來做因的answer。所以即嘛有人開始啊，即嘛差不多12個人已經做好啊，即嘛閣7個人吼也未開始，4個人即馬來報告。但是吼，你若有兩個 member 佇你的家庭內底，但是你敢用一台電腦啊，還是一台手機啊，請你佇 chat 講你有兩個人，安尼咱就知影會當算你的vote，就是啊。OK， 所以咱愛有人呼議吼，所以第一趟咱這接納委員會報告這有人呼議無？好，有人羅博士，所以咱一項來表決吼。第一項咱先來表決。即擺有咧進行嘅中間。好 ，OK 個第二項，即個咱接納即個2020年年會甲會計報告。即個有人呼議。有人呼議，好，咱即馬表決。OK， 所以過來第三項吼，所以咱即個選舉接委，所以咱即屆有迄個東北區咱的候選人是迄個羅牧師吼，羅敏珍牧師吼，所以你遐你 yes or no， 咱即馬來正式來表決。所以記得你表決了後，這右下角這個 submit 吼，愛去落去哦，再上去。為什麼我不能過啊？啊？我找無通去選的所在。你敢有看到迄個 poll？ 我有看到 poll 啊，但是我看到 result 呢，我無法度交啊。我 3 years。所以可能你是 host 的關係。I think so。有可能是安尼。所以你有做着。你冇出 create poll 吼。因為我嘛是做 host， 我嘛要當投票，我嘛是3 yes。OK， 所以愛閣加2票入去就對了。Yeah。是吧 ？Yes。OK， 所以。Just for the record, can you both write in the chat room with your answer? That's better. Just for the record, please write your answer. 我即擺每年就都想提議恁兩個人咧，咱這 chat 的頂頭會當註明，加入去。其實是講，因為阮兩個用共 computer， 所以愛count 兩票。我出來要甲 Charles 講吼，會長都講，是我 Raymond 甲 Esther， 阮兩個是 count 2， 因為阮用 same computer， 吼，安尼 Charles 你有摕到我的吼，有摕到我的 message，
Thank you。哦，对不起。所以讲，我就统计即嘛，即马第一项是挂3票，安尼23，即马23，嘿，第 OK 四项是22，第三项嘛22，安尼。OK，好，这种超过。第二个第三个拢是22，对。OK，好，多谢各位。好，Charles 拜托，我等一下。OK，来，谢谢。好，多谢。咱速度真紧诶，即马就咱最后诶时光，迄个吟诗了，咱要请迄个叶长老带咱迄个闭会祈祷吼。叶长老，你敢即马有连线起来啊？伊有伫顶悬，叶长老，请你讲一个话，我看你有声无？Jason，我 Wilbur 吼。嘿，等下，即个 before 咱 conclude 的时阵吼，西南区 Yes 报告以外，圣乐堂佮叫我补充报告一项代志，会使我1分钟无？无啊，你即摆当先报告来。OK， 好。大家平安吼。西南区除了阮迄个事工报告以外吼，伫过去2年，圣乐团有翻译，请南加州的大部分是牧师啦吼，用较美国 contemporary 的迄个 choir 的 theme， 阮有一个圣乐团10几间教会组的圣乐团所以请南加州的长老大部分是牧师，将较 contemporary 即卖的现代的 theme 吼，甲翻做台语，所以阮即马拢总过去2年有2本。第一本是叫做《天悲极深的痛》2020年第2本翻译的叫做《注是石盘》第一本差不多拢已经逐间教会认购完了2020这个《注是石盘》阮50周年的时阵伫南加州因为 COVID 所以即马佫有一寡，所以逐间教会若讲大家 go back to 迄个 normal in person， 恁的 choir 若有需要台语这都干台语尔有英语翻做台语所有的歌拢已经甲迄个 publisher 摕到 copyright 南加州的牧师请因来翻译知影南加州的牧师英语台语拢诚好，所以请因来翻这很适合咱逐间台湾人教会，尤其这是台语的，所以我想讲。迄个圣乐团特别请我今仔日甲大家讲，你若有需要是请我，也是甲即个最主要甲我联络好啦，我再甲迄个圣乐团来联络。你若有买新的一本敢12箍一本12箍佮大家报告安尼补充。当劳力的电话者。好714-300-5287。714-300-5287。对，嘿。多谢。好，多谢我长老。叶长老，你我都来出声讲话无？伊介像我无听着呢，伊有伫顶悬啦。还是麦克风无开？无，伊的麦克风我嘛无材料关，伊嘛无看到伊关。OK， 不要紧。安尼了的是咱请什么人？请罗敏珍牧师啦。好啦。罗牧师，你有听着无？
有听得清吼？有。好，这是咱请罗牧师来带咱聚会祈祷。祝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甲老朋友、甲新的朋友做伙伫遮见面，互相扶持。阮也感谢你，互阮对台湾来遮有遐尼好的同工，正教会做伙会当来服侍你。阮感觉阮无孤单。即阮服侍时，阮真需要你的同在。阮也恳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你来的智慧、聪明甲听心。主，即时阮要领受你互阮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互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你的面赐恩惠互你。愿耶和华你赐你平安。阿门。阿妹，阿妹，阿妹，好，多谢。哦，这头早有人建议吼，咱我头仔咧报告 NTBC can help 的时吼，袂记诶，甲介绍讲咱即马赞助诶有啥物款的教会吼。即内底咱有即个印度尼西亚教会，也有迄个越南的教会，也有菲律宾的教会，也有咱遮美国原住民的教会，啊嘛有讲迄个阿拉伯语的教会。像啊，我无讲到的，敢毋通听苏牧师还是维尼长老补充者？除了头拄仔报告了，佫有两间即个对非洲来的教会吼，一间应该是伫康果的教会，另外一间伊的实际的即个族群我都无讲介清楚吼，所以咱感谢兄弟的即个关心吼，特别即个收到遮的虽然是少少1000块，我想对因
会帮赞毋是安尼尔，定就是知影讲咱关心因，我感觉这个是佫较重要所以咱继续因为这个饭咱还佫有一寡咱嘛希望咱佫继续佫来一年NTPC Can Help 会当继续来释放。我想较毋是干那讲会当用偌济钱去帮助教会，会当 reach out 我嘛安尼鼓励咱啦伫咱的中会内面，伫咱的四周围社区迄比咱较需要的教会其实不哩济台湾人的教会伫北美所有的教会内面，应该是上受祝福的一群这是上帝互咱的真大的恩典，但是毋通将这个当作是咱家己的。咱伫这款的情景的内面，会当去真侪人的帮助，人的祝福，这是上帝对咱的呼召，互咱的使命。所以，多谢大家。多谢陈博士补充报告所以今仔日真感谢大家做伙参与伫咱今年的年会会记得后礼拜相同时间，咱这个 Pacific Time 10点East Coast Time 12点，咱继续咱第2部分的聚会会记得咱后礼拜，咱是有主要是这个分享疫情宗教会。咱知影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教会有发展出无同款的聚会方式来无同款的方式来宣教，所以阮有邀请到几个无同款的教会的代表来分享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也是招恁的会友做伙起来看。这可能对咱以后教会宣教的方向有真大的迄个启发的作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改变咱教会聚会宣教的方式改变了真多所以咱欢迎继续来后礼拜继续来参加招较侪人来参加。好，多谢各位。多谢是咧我口边阮迄个阿娟导有写顶一遍你甲我联络时阵你有讲着联合网络时间有要请我，但是迄个时间我袂使我有甲你讲所以我甲你推荐贾信中牧师请你看那更正还是无要紧，就是讲报告一下咧伊已经有准备迄个 video 阮后礼拜是会顶头会放。不过后礼拜迄个时间，台湾时间可能半暝伊毋知起来。不过有准备 video 要甲大家分享好，多谢。我着嘉君牧师已经入来可能等下入来。嗨，台北教会。歹势，我手机无电，阮伫咧外口咧准备。你有付着阿门无要紧。好，欢迎。敢有个人是开始介绍无对的无？我免介绍啦。Teresa， 王牧师娘王中信王孙杰牧师娘佫有送头拄仔无 join together。真听到恁敢真听到？有肯定听到听到你拢有头拄介绍着，所以伊个主席咱即摆是开放大家自由交谈。对。要离开的当离开，毋是讲要 offline 啦，毋是要离开啦，要离开。离开。就是要食中昼阮是西方的所在要准备。有啦，人即摆是食中昼，是食暗顿真是咧食中昼。下午茶。
谢大家，多谢，来平安平安。OK，好，后礼拜再见面，后礼拜搁再相见。有空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的。来，按照是。